去召唤那李娘。男有成功，杀是生下了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奴才给他，娘娘奴在一片忠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啊，娘娘。你且来听。是，娘娘有道是先下手为强。后下手造谣。娘娘的奴婢恩宠四散，才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夫，万死不辞。有何良策？那姚妃实是生下了太子，就拉死他，自称是个死体。不同，设备查究是何得了？哎呀，这个原来是外邦进宫来听金氏礼嘛。原来是这个畜生。娘娘有了。什么有了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子计。调包子计？是啊，娘，天子我包金丝毛，不去皮，私人必生相对应。鸟飞杀生小一宗，就将这不必礼貌去调羹，名人把你总得抛弃，那要飞错把龙一命安高。孤身了计，可是叫何人去调包呢？娘娘，可以叫聪明伶俐的口子去调包啊。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寇姑娘自寒自暖，给娘娘体贴着命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。是呀，哀家有福的有人爱她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是蒙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虽往东，命你往西，我虽往西，叫你参杂不要你同意。我虽参杂不同，不离左右是蒙娘娘。好，眼下去遇见他时，要命你去判。奴婢愿我，你先前来。本也有事来红的，下得太子。
娘娘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哀家绝不亏待于你。只说早起行事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去恭会万岁驾到。是。剩下的是男是女的情啊！小魁子随捧上从前记。要他娘是婴儿，不难医。着急而饮，快去，快去呀！万岁驾到！快去呀！哎呀，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爱妃生下了吗？生下了，是狼是吗？可惜非狼非魔，那是什么啊？谁知道嘞？相思万岁，no 呀！此小子与小怕自怕，怎么样？要么乱世江山情。
万岁！来，将这妖妃碎尸而已。万岁！请我冒死走当场，娘娘是言以情所罪，将此妾身当成人果。万岁！谢。万岁，娘娘！万岁息怒，总要保重龙体要紧。妾身死后作谢，你何苦要保他？万岁！曾经有方才明白，二婢是为他言他的娘娘啊！哎，二婢听奉。万岁！怎可以为好娘子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曾经皇儿娘娘千岁。
句，娘娘您怎么来？我啥是将你心内爱李太妃。你切莫的苦要忍耐，城里公子与我出来。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亏公臣，你一人在此作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口子切莫推诿，免随娘娘知道。哎，去吧。人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尊为神子之人，今朝我不求救于他。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是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，救命啊！救后人之命。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子犯造业，事情太子宁在旦夕。此话怎讲？只因李娘娘争夺珍贵与寡妇下到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。太子心内泡着这，如何自负？太子在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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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
寇子，想刘飞先立正功，全要当场，国外凶残多年，耳目众多，啥子也是见不到万岁，这小太子他命我3条性命，岂非一起断送？这个，哎呀，公公啊，寇子死不足惜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。寇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礼也不知，咱家潘家动力，可因这深宫财恶，文朝文武层层侍卫，你我那小小内侍是何管的？实在是非我托付，怕把送死啊！是此事来，你是不想救太子了？我。真理，帝王为堂堂内侍人，身内有罪要不平，先怕为他不，这他因不少自身。太子如早不言，你见死不救。
公公太岁，快！
公，请慢走。哦，原来是瓜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？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扣子？必见扣子。你手捧帐盒，意义何妨？奉旨前往暖清宫与八阎王作证，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。慢！莫下朝阳宫自报失窃，请你当开帐盒，困困苦有嘎带，不可也怕。与王后一子。万岁爷，我父。哦，慢！禁锢娘娘，放空出宫。王明在身，少赔了。你圣公娘娘驾长命拜见圣公娘娘。迎参。谢娘娘。圣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旨去为八阎王作一证，路之上可曾见到扣子？必见扣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，可有疙瘩？平无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，现在奴婢专职查困帐盒，他竟不肯开盒，根本不把你真宫娘娘放在眼里。贼宣成立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曾令二次见驾。曾令二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扣子？必见扣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，可有疙瘩？平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鼓掌鼓掌。去吧。娘娘，看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诈？贼宣成立。是。待娘娘有旨，曾令三次见驾。臣令
圣令三次进家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成礼。其中与个对，心花归配相蒙混。你且将账儿放在地，我分别你答一声哦，不请放啊，怕身为了玉璧王府。既玉璧王府和宋军是归宗之分，哀家倒要见色见色。娘娘，奴婢已经为王，昨儿里不过是一些丝血孤品。什么孤品？莫非是梨子？梨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梨子，不是梨子。哪里行得？国王当开双耳，宽顾明白。是娘娘，尚有玉璧王府没有圣旨，只怕难以开干。你敢用圣旨压我？奴婢不敢。那就急去王府当开双耳。是。娘娘不可啊！面见生举之子，切腹要国王，恨哀家去王府是。已经官位靠先帝王法，请赞不草。娘娘，奴婢不管呐。你去哀家担陪，一起用娘娘担陪，跨进王府是。你。开门！慢！王府一开，我当开你们，看。慢！这蟠桃下面可有干
好嘞，干嘞！哪里行得？国王还可以看看。娘娘高见。娘娘。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得来佛子。事情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将那礼。礼什么？见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到了，倒在哪里？鱼肉之中当真当真，与何为证？恐吓为证。哀家是欲从上，谢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那王凤之事非同小可啊！真理，娘娘，既不该得也却算了。这王凤之事，哀家是为兵民犯罪。是。娘娘，昨夜夜夜离塞，快请为公安息吧。保家为公，保家卫公。娘娘最娘娘治我好。娘娘治我好。孩子好险呐！孩子，快随我